个贵人的这朋友哦，咱们好一直来讲啦吼。头前我就讲众生有变世烦恼，烦恼有真世烦恼，这是咱前方的讲起。因为基本上来讲起，拢咧讲咱自身的众生，其实外口的众生，咱一点关系拢无。但是我对众生，甲咱家己有关系。我即摆做简单比喻，你这台电脑中毒，那这个电脑中毒，当然你这电脑内底所有的资料，一定会叫吃了。就讲来讲嘅，好来伊内底，你家己建立的答案叫出。但是这个意思嚟讲，其实咱内心的世界有装着众生，众生叫做哪？众生叫做众量众生，众生就是烦恼，众生就是贪嗔痴，众生就是修行在，众生就是计较，众生就是比较，这样叫做对在主的众生。咱的众生，如果你若传入安去，外口遐物件，其实外口迄项有啥物关系？其实你要落地甲要上天堂，甲你一点关系拢无。但是唯有你内在迄个内在迄个众生，大概有关系。就我拄则比如讲啊，我一个电脑中毒，咱袂去食别人的资料，别人的电脑中毒，袂来食咱一个电脑资料，这是并非。所以呢，因为其实修道学道，咱来看会着，看着些物件，过去咱前辈先生讲，家己在一站，考虑看别人。考甲边啊，找一道，考别人找人考。这个意思嚟讲，因为修学道是针对咱内在开始一个改革，开始一个提升，开始一个改变，这叫做内心的众生。但是伊内心的众生，甲产生了烦恼无尽。今日是烦恼是对啦，烦恼是对贪嗔痴来，所以过去。观世菩萨他讲出的色业所作之恶业，来自无明的贪嗔痴。迄个贪嗔痴是来自于无明，造成这个贪嗔痴的。有贪嗔痴就烦恼呢，有贪嗔痴就就执着呢，就争取呢，就夺取呢，是毋是安尼？若安尼烦恼无尽对对来，就对众生来。迄个众生毋是对别人好听好无？迄个烦恼嘛，是对别人好听好无？迄个烦恼是你家己的烦恼，别人的烦恼，你有我甲你斗烦恼，敢有迄个可能？你困袂去，我甲你斗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你食饭食袂着，我甲你斗食，敢有可能？这种无可能的物件，所以你要学翻，一定要有到一个所在，有家己内心的世界。这内心的世界，就是一直咧企图着。当然，含着咱的妄心，含着咱贪嗔痴，使乎你一粒念念的心，要安怎无念念？若安尼无念念，我请问你有烦恼？当然你无烦恼啊，所以烦恼就是来自执着，来自贪嗔痴，来自计较，来自比较，所以这种造成了无量无边的烦恼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因为这两项已经讲了啊，即个讲到第三项来讲，有法门无尽世法。有就是讲有到对第三句话来，第三句话即句是讲啦，法门无尽世法。迄个法门对对来，其实迄个法门毋是金刚经，毋是六祖坛经，毋是一切外口的这文字。这文字完全解释叫做幻法，这文字叫做幻法、全法，这唔叫做实法，这唔叫做实法。咱一定要了解，什么叫幻法？这个幻法就是文字已经甲造成着了一本册，因为这个册，这是一个文字，这是一个记载的文字，因为圣人。因为伊体悟道理，甲写入一本册内底，
河南讲叫做经典。啊，这个经典就叫做宽法，什么叫做宽法？因为叫做全桥宽卡方便，全桥方便，这叫宽卡。卡就讲卡，那个桥，就是讲方法用着足低卡、足好的道理，互你会当入你家己自信中，照着迄个物件来引导你。这是一种的方法，这是实法。但是因为今日合作咧讲一个话，叫做实法，叫做方法。有法门无尽成法，所以合作当中咱也加入叫做自心。头前讲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心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自心法门无欲誓愿行，自心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伊头前就讲这个，那这个甲誓到后边，誓伫后边来，伊就讲就是说，有法门这个法门无尽誓愿行，其实会甲讲起，离文义的内底当中拢有尽。拢有尽啊！讲到无尽，听好哦，这句话讲到无尽哦，无尽就是叫做无边法。无边法就是讲你安怎来甲讲？哦，咱佛道咧讲三千大千世界，咱佛道咧讲平和耍耍，咱佛道咧讲早离婚、中离婚、甲晚离婚，这讲出来物件，这种有尽，拢有尽啊！是你无甲算出来，是有尽。但是伊讲这个无尽，这句无尽你得听好哦。无尽就对对来，这个无尽就是对你自信发展出来。我想，咱这个世界所有无论咱正讲吼，这世界上界排第一名经典讲叫耶稣，第二名经典讲叫做道经，离佛教经典较繁多啲。那因为世界这个经典，我请问，拢对个走来，根本是踢破了，唔是，拢是对答，数量，拢就是咱人想出来物件。换一个是叫做圣人体悟物件，人物圣人体悟物件，总甲写入这个写入经典。所以这是圣人想出来经典。拢对这个头壳走出来，对这个头走出来，有法门无尽誓愿行，你会了解？你有一泡无尽，你有一泡无尽哦，这泡无尽叫做无尽茶，叫做无尽种，这叫做无尽茶，无尽，我同你看法，你看这个，我听讲啦。这个课高考，咱这是头壳。进目前中站吼，咱的科技已经到位无去啊，到太空去。但是用以前是我较低，咱的比58%、100%，你进用了0.5，用了5%，啊95%，啊95%。无聊，咱头壳，所以无尽这个无尽状的内底当中，你咱就无自信，已经把太空去到太空啊！这个飞机，这个所有物件，这个什么核子武器、先进飞机、空中的飞，到过去是足伟大的发现啦！但是可怕，你咱就用不到，靠着5%，啊为点？这个道理是咧讲，这个道理讲，你有一个无尽状的物件，所以伊这句话就讲，法门无尽誓愿行。啊，就是讲你内底当中真正要甲圣人，要真正体悟出来，迄无尽状的道理的内底当中，迄毋是互你的当中，理解问题啦。你有法度面往外解决，所以这句话就是讲这个，这句话就是讲到以前。那这句这段话咧讲，手中咧啊，叫做有尽，安尼啦，啊有尽。
真就是一波嘛，真就是无用啊。但是因为这本册，咱若做头经10分，伊讲了就真，就是无去啊。但是金刚经32分讲了是啊，道经81分讲了就真啊。是毋是安尼？无有法无真善读，即句无真，就是咱讲咱这课，讲咱自心这课。哦，这课呢，这部经啊，叫做哪？叫做心经啊，心经啊。这部心经不是咧关注在菩萨行深，我这部就是照经，我们该这部心经哦。你自心，自心，你自心，点来办？你自心啊，这部经，你家己这部经，咱大家有一部啊。虽然咱一句讲家家人人有课人人的经文吼，嘛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后来讲人人有一套难念的经啊，不好。但是咱家己一套，咱有念出来。所以咱无用到咱一套，现在咱用到咱手中迄物件，咱家己拢无去办着咱个方法。咱今日讲的道理，拢在讲圣明的道理，不是讲咱的道理。咱真正无体悟出来道理，所以咱的力量、咱的地位，必须活动锻炼出来。因此，到少着圣人的这本册来创啊，来做咱的垫脚石，来做咱的传播的安传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原理。法门无尽，所以以后边一段就讲，师徒见性，相行即法，是名是他后面讲到。师徒见性，师徒见性，你今日无能见性。哦，相行即法，是名真学。这段话见性，就是看到你家己迄个主人，咱讲，那家己迄个主人有一个无尽学的人内底。你若法度用着你家己迄个主人的做事、事件做成，你会当相行正道，相正道就是无骗嘛。所以伊实在甲讲起来，这文学，拢是一个我拄则讲的是一个宽学全学，拢是一个宽学啊，因为观全巧方面之学，但是因为咱今日我讲六祖当经，咱今日是这个六祖当经来，你敢知？啊，这六祖当经讲嘅，其实六祖当经是难讲。六祖当经是咧六祖为人开启着伊的智慧，甲伊的物件啊记入一本文页内底。但是记入这本文页内底当中，已经这是叫做传啊，传啊，就是因为伊托伊的神学，伊的神学，去造出来，这叫做传统的。这传不是叫世人的，换成那个信就是你的呢，传就是别人的呢，就照着别人的理念来咧学叫做传统的。但是咱真正照着传统，那照着六祖当经了后，你照六祖当经了，你就接一本六祖当经，你就叫一本六祖当经啊怎？安尼叫起，你叫做接，叫做接，你安尼叫做接。叫接学直学，我接理我学六祖当经啊，安尼不是叫做接法。好，安尼不是叫做见性。你如果接着于接过六祖当经啊，安尼就见性。咱听无？接过六祖当经是安怎甲你讲？我讲互恁听，就参用我一支手咧起月亮，咱听无？但是我这个手是月亮啊，安怎听？这部经典是要互你了解见性，见迄个真学，见这真学。但是我借这部经典了后，我接入这部经典，我把这个真学当作为名，把这部经典当作见性，安尼听无？安尼你见性无？咱就落去啦，落去这条盲点，落去这条盲点。所以呢，今日伊甲你讲。法门无尽善法，就是用着你家己自己发展迄个无上智，迄个无定定智，迄个智了后，你会当实践性相行正道，袂使表现。所以呢，本来发正道，就来讲第一个是正见，第二个是正思维，第三个是正悟，第四个是正业。
哦，第五叫做正念，正，正念，伊不正念，即叫做你行伊不正念，你不用骗了，你得看到这个点。迄个真合，什么叫做真？什么叫做假？这个真，这句话咧了解叫做无虚，无虚，这叫做无虚啊，真叫做无虚，什么叫做假？假叫做假象，假象，假照着相，这叫做真叫做无虚，假叫做相。我记着这本叫做假象，这本经典对不对？但这本我会来小小二咧，我会来小无聊。这是因为叫做假象。但是我这个真个经典，我这颗小鱼尾，会去尾，你听有？这颗真拍个经典小鱼尾，这颗真个经典小鱼尾啊，人死，因为伊有那无那么烧掉你家己白色电中迄个自信你合迄个物件，你附着迄个无尽状迄物件，迄烧袂去，迄绝对烧袂去。我看咱条意思，迄爱这你唔爱听。所以其实，咱爱是爱咱个实践，所以咱做会就是讲，叫你真正爱入去你家己迄个自信，迄内心世界，去家己去开发迄物件出来，迄个真合，毋是少着人个物件。第四句话，因为伊有，有倒来无心不倒世关心，伊后面讲，既常缘下心，行于真正。利益理解，相信发展，如真如梦，积言不详，积言下不得不详。这话为谁他解说呢？有，得出来，伊点就是众生无边写烦恼，有烦恼无尽写烦恼，有法门无量写烦恼。讲到第四句来，有佛道无相写完成。这个佛道是讲什么佛道？道理。这个佛道你若讲以西方迄个地方迄个佛道，安尼差足远去。所以咱拢做爱讲伊迄个作用的所在。比如讲，咱若是要转西方啦，要求顶天龙挂号啦，要迄个要什么讲红来归真啦，要什么迄个西方面貌啦，要教好西鬼啊，无到尾教好东鬼的，来教好东鬼的，太教好西鬼。伊是这个佛道。无上的佛道是讲你家己的自信，无上的佛道若讲伊做标板的物件，安尼你点样明白？其实若讲离千里，近近的离百千尺。咱家己有一个无上的佛道，这个佛道就是啥物件？这个佛道换一个解释叫做正道，叫做正道。佛道换一个解释叫做正道，邪。叫做偏，邪叫做偏，迄个正道叫做无偏，叫做正道。那因为你家己有一个佛道，无上佛道，无上佛道，迄个无上就是讲无比较上，无听你听有这个意思无？无人比得较上，那咱释迦牟尼佛，毋是比较较上吗？六祖慧能毋是比较较上吗？过去信毋是比咱较上吗？其实咱会解释拢讲，因为佛道当前咱讲，伊讲，伊讲怎讲？讲现来讲咱记载，大地众生无有如来利益必相，听好哦，大地众生富有，或者解释叫做富足，如来。必会必相得相，富有甲富足咯，解释富足如来必会相，这个解释就是讲大地咱今日现在建起来啦，拢有富足甲如来，释迦如来。释迦如来
伊无较低个，咱嘛无减减，伊叫做不接不入息，你会讲，因为咱个应息不去啊，我才做特别上心，你唔通看轻你家己，因为你是为感冒的佛，咱是感冒上心，安怎听？感冒上心叫做佛啦，病嘛佛叫做上心啦，安听意思无？但是咱本来苦足拢总相像，拢相共，伊无合计，伊无合减。你有苦味一个无相，无相，这个无相嘛就叫做分，你有讲叫做分，至高至高。这个无相就是我们用语言去个解释，会迄个相像啊对。所以唔通叫做。你佛家讲叫做不，你空性来讲叫加一个智，既无智先，空性来讲叫做加一个智，迄个智加入就是讲无相意思。但是咱今日按甲推出来了后，咱知影，咱本来有一个无相的正定境界。所以，咱不就听到无相行七一两法，一千万劫难遭。我今见闻一时期，外界诸人真实义。每一天你嘛知影，咱看到一个无相，行七的妙法，咱不是妙。但咱今日，咱卖，咱真卖，咱卖什么呀？咱卖失掉咱的本源。咱认定咱是众生，咱看袂起咱家己，也看袂起咱家己，因为你已经无了解你自己就是佛。我请问，你自己无佛，免哪成佛你讲讲？你自己唔是佛，你免成佛你讲讲？因为今日咱个无去，咱人有就是个无在要成佛，这是过去信仰思维啊。但是你若无去成，你甲成佛，我咧做就做简单，比如，即粒豆仔若无豆仔手，你掂来敢袂生豆仔？即粒山仔若无山仔手甲掂来，即粒山仔敢袂生山仔？对不对？因为有情来合手嘛，因地各完成嘛，无情就无性，无性就无心嘛。但是你今日你即个佛正，你即对佛的正气，佛正。你即个佛正是无歹的，知道吗？咱问题讲，咱即个佛正歹的，咱无歹，咱若歹，咱袂当成佛呢。是毋是？咱是叫袂去呢，咱无歹呢。所以咱无上佛道，你有一个无上佛道的菩提证呢？你有即个菩提证呢？但是我请问，你即个菩提证，你共证了后，你生出什么证据出来？你有这个效果？你有这个思维有无？你有这个管理有无？人交管理的，人人生出来，人生到生到几年？咱袂晓管理的呢，生到我这是我袂记，我今日去迄对哦，我是姚武连啦吼，个别性啦，姚武连啦。